K草胖桑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今天还是一起学习10个单字。那我们进入康爸的最后一次单元主题。那之前所应用的都是在单词的句词尾使用。那今天最后一次就是将它摆在词首去使用。那第一个单字呢是康控，康控呢是屋主的意思。那因为控呢本身它叫总控就是来源的名词。那房屋的来源就是屋主，康控。再来第二个单字康大，康耶，房屋管理人。那大跟耶呢本身加起来就是党耶，就是管理经营的查气。那房屋去管理经营的人呢就是康大，康耶。接下来第三个单字康腊呢是房租的意思。那腊呢本身它就是工资工钱的名词。那它常常搭配使用的动词查气就是腊具吧，或是腊毒瓦。那这两个呢，一个是交房租，一个是收房租。那不是房租，交工资或是收工资，那变成康腊具吧，或是康腊毒瓦，才会变成交房租或是收房租。所以房租呢就是康腊。那再来第四个单字康菜。那康菜呢是邻居的意思，因为像 king 菜也是邻居。那菜呢本身就是比邻相邻的意思。那房子相邻就是邻居。那 king 呢本身呢它就是家庭家族的意思，所以家族的比邻也是邻居，所以两个都可以这样去使用康菜。那再来第五个单字康桑呢是美宅精舍的意思。那桑呢像桑波桑瓦，就是形容善良美好。那像心地善良就是 sem 桑波， sem 就是心的意思。那 sem 桑波就是心地美好。那一指房屋的话就是康桑。那接下来第六个单字康起屋。那康起屋呢原本是指屋顶上的小鸟，那它可以意指麻雀。那麻雀另外一个单词呢就是七霸就是也可以指麻雀的单词。那这里屋顶上的小鸟也可以指其他的鸟啦，就是康起屋。那再来第七个单字康透达州。那康透达州呢是屋顶旗的意思。透呢就是上方，那达州呢就是风旗神帆。那就是指像藏地他们有许多在屋顶上绑的五色旗啊等等的神帆，那风吹过去就会带给吹动上面的经文或是咒语，就会带给众生祝福加持，这样就是康透达州。那接下来第八个单字康驴。那康驴呢指的是旧房破屋。那吕波呢就是朽烂破旧的典气，所以一指房屋很朽烂破旧，就是旧房破屋。康驴。那接下来第九个单字康记。那康记呢是屋壁墙垣的意思。那记坝呢就是墙壁的名词。那房屋的墙壁就会合起来就会变成康记。那第10个单字康习呢是房屋地基的意思。习本身就是有地点位置的名词。
那它也常使用在打句虚词上面使用。那像萨席呢，就是土鸡嘛，萨。那萨呢，就是土的意思，所以合起来就是萨席，就是土鸡。那房屋的地基呢，就是康席，康席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又学习了10个单字，那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吧。